4月8號，珠海市斗門區婦女聯合會、珠海市斗門區殘疾人聯合會嘅相關負責人將聯合作客斗門電台服務群眾敢擔當928民生熱線直播節目，就深化鄉村振興巾幗行動，關心關愛婦女兒童，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推動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同殘疾人民生保障、精準康復、就業創業、權益維護等方面嘅話題同市民現場交流。歡迎你參與 FM 92.8斗門電台服務群眾敢擔當928民生熱線節目。民有所呼，斗有所應。如果你對民生大小事、社會公共事務等有意見或建議，歡迎你喺節目直播期間撥打熱線電話5213-640、5213-740，與主持人上線單位即時互動，上線單位將現場為你解答。另外，如果你對本期內容有任何意見和建議，可通過今日斗門微信公眾號嘅互動區域，或撥打24小時熱線電話5213-640、5213-740留言。我哋會認真篩選並轉交相關部門，喺跟住落嚟嘅直播節目中及時反饋。